欢迎收看在月8号中嘉台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前副总统陈建仁特别南下为议员候选人，但竞争战胜，并陪同伊伫东区用车队扫街拜票，会中画出公共卫生到小厅，并关键第三色。距离投票日只剩10多天，前副总统陈建仁关心台南的选情。8日上午特别来到东区，陪同民进党台南市议员候选人陈金珍扫街。陈建仁表示，市长爱选黄伟哲，议员嘛要拼过半。尤其陈金珍是高一的公卫硕士，伊本人也曾经伫高一任教过。讲话挺讲话，就是希望让优秀人才拢会当当选。金正安呢，伊是高一的公共卫生的硕士。所以讲吼，是我的学弟就想啦吼，我嘛伫高一教过吼，因为张博雅的时阵对，所以讲这是讲话挺讲话，公共卫生确实足重要，无需要我去讲。他每次他电话打副总统，他以前是读你的教科书，他是公卫的。对，因为台湾流行病学册，他现在是公卫的。对，所以讲同重要的就是这摆，咱来互咱市长会来顺利的当选。市长几号大家敢知？5号对，另外议员都爱全力打。咱金正几号？4号。立委王定宇表示，因为南部地方选情偏冷，对着当选边缘的候选人可能有危机。看到前副总统陈建仁愿意拨时间来辅选，予伊非常感谢。我们非常感谢他来到地方，特别见到南部地区，因为市长选情偏冷。对于当选边缘的小鸡们，可能面临当选过关的关键危机之秋，他特别拨出个人的时间来到这边帮忙陈金忠，我觉得我们充满感谢。陈副总统呢是一个公卫的专家在防疫的期间无论是 SARS， 无论是新冠肺炎的部分呢，我想对我们台湾呢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金忠也是高一的公卫我们未来呢，我们希望议会。有一个公卫的一个议员呢，能够来帮助我们政府呢，来共同打造一个健康友善的一个城市。前副总统陈建仁来辅选，现场嘛有真侪支持者要来看大人哥，还有圣耀文教董事长王建元、医界吴兴贤、李阳成、严汉林等医术的朋友要来收听。大家希望的就是陈金珍这位有公卫背景的议员候选人，会当顺利来当选。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距离11月2日选举愈来愈近，议员候选人创全特别成立教育文化音乐艺术后援会，邀请相关人士共同参与，用精彩二胡等表演来炒热现场气氛。长期关心台南文化、艺术甲音乐推广的议员创全，5号下午特别成立教育文化。甲音乐艺术的后援会，邀请侪教育甲文化界的人士以及音乐艺术家共同参与。音乐后援会由着刘桂兰老师担任会长，出席的代表有施伯峰、玫瑰木乐团的团长、亚太胡琴乐团的团长等。而教育后援会则是由黄振光来担任会长，出席的有教师工会理事长。大台南家长协会、甲家长联合会等，立委陈廷辉嘛特别到场小听。议员表示，希望借此汇集各界的意见，希望打造台南成为人文艺术甲教育的首都。今天看到万全邀请那么多他后援会，从教育、从音乐、从艺术、从文化这么多层面。这样子汇集我们所有的好伙伴，真的要拜托大家，这一席太重要，因为这一席代表的是教育、文化、艺术、人文，所以如果它能够继续在议会发生，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教育、文化跟音乐一直是我常年来努力的方向。那么也只觉得说，6都里面只有台南都是最特别的。它的特别不是在于高楼大厦比人家多，不是在于说它的经费比人家多，它在于是它的软实力。那透过我们的音乐、文化跟教育政策，让这个城市赋予更强的生命力，
那这样的话，我们将来不但有竞争力，让孩子们有看到未来，而且孩子的教育也是最重要的哈，这是不容否认。我们必须要一路的往前希望台南市的不一样也能够成为台湾最大的亮点。现场亚太胡琴乐团的团长王文龙为了感谢议员创专推动音乐艺术，嘛特别带来2首精彩的演出。而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理事长陈伟云嘛希望议员会用持续推动代理教师的完整评级，以及降低幼教的师生比，希望会用对1:15降到1:12。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迎接圣诞节，南方的圣诞点灯公益活动率先登场，来以超人气的卡拉赫拉作为主题，打造13米高的圣诞树以外，会中南方董事长欧普明嘛动着关键价值8万的医疗辅助器材来送予菩提林教育院，场面相当温馨。在小朋友的热情舞蹈之下，南方购物中心圣诞点灯公益活动热烈登场。在台南市副市长戴谦以及多位贵宾的见证之下，南方董事长侯伯明捐赠价值8万的250组医疗辅助设备，予台南市私立菩提林教育院。教育院嘛回赠感谢状，现场相当温馨。好，那这个活动已经变成南方一个非常传统的每年都有的活动。我想每年侯永都基金会这个一些义行善举，都可以温暖我们社会的心。那我也很希望侯总裁的这个善心义举能够感染我们整个社会，让大家一起都来做爱心，让我们的社会更祥和、更平安。那我想，只有社会祥和平安，国家就一定能够安定富强。好，谢谢今天大家到场来共襄盛举。5、4、3、2、1，点亮南方，点亮爱。今年的圣诞节，南方甲超人气角色卡纳赫拉合作，打造13米高的圣诞树仔。周边也有大型的红仔以及装置艺术，提供民众拍卡翕相。每一天暗时的6点到10点有灯光秀，每礼拜5到礼拜暗时7点到8点有奇幻雪花秀。活动持续到明年1月2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面对上11个冬季中价款品推出全数率的优惠方案，无论是置办款品，或者是想要上网各个下有线电视的消费者，拢有真难得的优待。不过时间对11月8号到11月12号只有5天，欢迎消费者把握机会。你好，我最近刚搬家，想要办新的网路，那请问有什么方案可以推荐吗？那目前的话，我们公司这边有针对双11的优惠活动，对。迎战1年1度双11大档，中嘉宽频推出了全速率方案暴杀优惠，不论是单办宽频或是需要上网结合有线电视的服务，消费者都可依照个人需求来选择。优惠期间申办都搭配 4K 智慧机上盒，可轻松用电视机看 YouTube 等影音，或使用智慧家庭服务。全速率暴杀优惠限时5天，消费者不妨把握这热门的双11大档。从11月8号开始起跑，为期5天的双11优惠案呢，申办1G 光纤上网搭配有线电视，1个月月付1000元有找。那如果是单办宽频的客户，120枚相当于打了5-7折之多。那我们还会额外赠送像是 Discovery 国家地理频道等35个非常优质的频道，让申办者可以免费的收看。那有一些人在家中有这个收讯死角的一些困扰，我们也推出了每个月只要几十块钱的铜板价，就可以把市价几千元的 Mesh 机器给带回家。那除了新客户之外，也非常欢迎老客户可以来电了解续约的优惠。
看准消费者的上网需求，结合双11的买气，宽频业者推出给消费者物超所值的优惠，也预期双11大档将带动业绩成长。这个疫情以来呢，整个数位生活的带动哦，让家用宽频也成为了一个民生必需品。不管是上班族居家远距的上班，或者是学生族群们在家中学习，乃至于减少了出门之后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家有这个上网的行为，或是追剧，甚至于购物都需要利用网络来完成。所以我们预期在今年的这个双11期间，我们整个的业绩动能大概会是平常时候的2到3倍之多。秉持顾客导向的理念，提供消费者物超所值的优惠。中嘉宽频也借由双11大档回馈广大用户的支持与期待。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先新闻节目马上登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素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在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
随着多次形态改变，灾害内容更多元复杂，所以台南地关系合并以后，跨局处率先全国成立了灾害防救办公室，除了落实防灾教育训练加整备，更首创3项全国第一。根据了解，市长黄伟哲年内已经办理超过530件福建家庭，调离超过30亿的灾害准备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办公室，不过他们却是跨局处办理天灾地变的紧急抢修和复建工程的重要任务。当然，防灾重于救灾，所以平日他们就是中央和地方沟通的桥梁，进行防灾整备、教育训练等工作。一旦灾难来临，就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也可以很快复原。他们就是台南县市合并以后率先全国所成立的灾害防救办公室。我们面对全球暖化、极端气候，天灾是很难避免的。但为了防止灾害损扩大，复建工程刻不容缓，不要等到灾害发生、造成伤亡之后才来修复。更不应该为了等中央的经费，迟迟不肯动工，等中央经费到位了才开始来做，这样子对市民朋友的权益损害是很大的。让市民快速恢复正常的生活，更是市府团队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随着极端气候影响，各种天灾的规模无法预测，灾害形态更多元复杂。以台南3区为例，因为豪大雨侵袭，路面和道路边坡塌陷，护水护岸基础被掏空的情形，灾害防救办公室接获申请，12天内就要完成复勘，有时候3天就需要跑30几个灾害地点。根据统计，市长黄伟哲任内就投入超过30亿的灾害准备金，办理超过530件各种紧急抢修以及灾后复建，让市民安居乐业。台南市合并升格后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率全国之先，成立灾害防救办公室。那到今年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那它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跨局处还有中央跟地方的沟通协调跟整合的一个桥梁，而且是本府灾害准备金的一个专责单一的窗口，那也是全国唯一将灾害准备金提供由灾害防救办公室去统筹办理。那灾害防救工作呢，它是属于市政建设的一个首要的工作。黄伟哲市长就任后，立即把灾害防救工作纳入我们的重要的市政的项目。那除了扎实的灾前的准备跟灾中的应变之外，另外呢，他也在任内呢，总共投入了超过30亿元以上的灾害准备金，总共办理了530件以上的紧急抢修抢险的工作，以及我们的灾后复建工程。灾防办表示，办理灾后复建工程一定要找出致灾原因，将整个地形、山势甚至土质纳入工程设计，也要在财政困境之下跟时间赛跑。对此，市长黄伟哲更是高标准要求工程品质与细节，除了成立施工品质抽查小组，并在汛期前再加入政风处组成防汛抽查小组，针对各项防汛准备工作抽查列管，成为全国首创。台南市在灾害准备金的使用有全国3项创新。那第一项的部分呢，就是全生命周期的管控，从勘灾、提报、设计、发包、施工到完工，一系列的部分做一系列的系统管控。那第二项的部分呢，就是会同市府的施工查核小组，以及研考会，那组合成一个施工抽查小组，那针对于灾后复建工程的施工品质加强查核。那另外第3项呢，就是除了刚才讲的那些单位之外呢，在汛期之前还加入了我们的政风处，组成防汛抽查小组。那针对于防汛准备工作的部分，加强抽查跟列管，以确保所有的施工品质。
根据了解，台南市政府每一年编列预算中会提拨1%，平均有10亿元来作为灾害准备金，成为灾害的救命钱。而且灾防办除了是灾准金的单一专责窗口，也是全国唯一将灾准金交由灾防办统筹办理的城市。用生命周期管控，确实严格审查把关，将有限的经费发挥到最大可能。旧年选举投票只剩18天，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上新的民调显示，在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以61.1%的支持度大大领先其他候选人。其中，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龙介支持度则是15.7%，黄伟哲领先对手已经有4%5%。根据美丽岛电子报公布。台南市长上升的民调，在目前宣布参选的5位候选人当中，以现任市长黄伟哲以61.1%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提名市长候选人谢龙介，则是以15.7%的支持度排名第2。接续落来是柯忠胜2.4%，林义峰2.1%。还有13%的选民无明确回答要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这份民调显示，在选前剩无到20天，黄伟哲赢过谢龙介，高达45%以上的支持度。叫伙拼，做伙拼，做伙赢，做伙赢，天台人，天台人，继续拼，继续拼。黄伟哲竞选总部指出，民调中显示，为政党立场来看。黄伟哲得到泛绿阵营88.1%的支持，在立场中立，也就是选人无选中市民，只是得到50.6%过半支持。支持度上少族群是泛蓝阵营19.9%，民众党阵营19.7%，谢龙介在泛蓝阵营得到61.6%的支持度，其次是民众党51%，立场中立12%，在泛绿阵营支持度只有2.8%。另外，黄伟哲在台南市所有行政区拢赢过所有对手，不论是在原台南市，也或是原台南区区域，拢赢过谢龙介超过40%。其中，黄伟哲在大兴营区更是得到70%选民的支持，其次是大北门区68.6%，安南区64.1%。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原本要伫5月举行的台南市家长联合会理事长交接，因为疫情延后，一直到11月6号才办盛大的交接典礼，由下任理事长李俊宇交接予新任理事长李梦晴。家长会是为了增进学校甲家长之间的沟通所成立，而家长联合会更是肩负着各友会甲政府机关沟通的责任。正义家言，立新公益有着侠女称号李梦晴，这次就受到会员的推荐，接任着台南市家长联合会第12届理事长的职务。李梦晴希望会当做好家长甲政府沟通的桥梁，为学生谋福利。未来我希望能够我们家长会联合会家长团体能够结合学校以及官方，能够做一个互相的连结，给孩子们一个更美好的学习环境与教育的空间。交接典礼这天，联合会特别办理理干事进场秀，各级干部由举手带领一进场，就参像是明星咧行星光大道同款，非常的趣味。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亲自为联合会干部颁证当选证书。让我们邀请李梦晴理事长。看到李梦晴真的当选了，那可以说代表了我们台南市家长会联合会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感谢李俊宇理事长对于家长会联合会的贡献以及辛苦，我们掌声鼓励。那么也非常感谢梦晴理事长，接下来为我们台南市的家长会以及所有的家长以及所有的学生而努力。会当当选联合会理事长，每一位拢是社会上杰出的人士。该会应有理事长林祖云，也特别祝贺李梦晴当选，也期盼伊会当为弱势学生争取教育资源。我们在一些弱势的家庭、贫穷的孩子，有些真的可以靠教育来翻转人生那我想
在大家的一个支持协助我们台南市的教育环境，我想应该会越来越尽善尽美。台南市家长联合会理事长交接典礼冠届分结，出席的长官包含市长委特、教育局长陈新辉、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安平区长萧泰华以及各友会、学校、明代等等，场面非常的盛大。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